高兴能够跟你们在22:22相遇。好到不行。因为阿娇之前专攻打戏，落下一身病痛，所以瘦身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加之从小练跑步，瘦不下来也是她一直以来的痛。我是跑步，对，那个是很顽固的。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已经更粗。阿娇天生一副盛世美颜，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毕竟素颜都能这么清秀可人的，在现在的娱乐圈可不容易找呀。不过要问阿娇为啥爱素颜，除了天生丽质之外，还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原因。我非常懒的一个人，眼线我也不会画，的化妆我也不会画。作为一个女明星，有化妆师打理妆容还算能理解，但是这般吹弹可破的肌肤，竟然还不用保养，就有点让人嫉妒的牙痒痒了。哇，面膜啊什么都不敷的，对，有时候妆也不卸，睡着了。有一次出 trip 爬叫，跟住咧佢之前嗰晚冇瞓過覺，咁所以一做完嗰壇嘢咧，佢就即刻暈咗啦，就瞓死咗啦。咁跟住未落妝喎，咁點算咧？咁跟住我助手就同我講話，喂，佢未落妝就瞓咗覺喎。咁我話唔得㗎喎，咁要落妝喎，一定要。咁跟住我咪攞住啲落妝嘢喺張床度幫佢落妝咯，但係佢係竟然完全冇醒過咯，醉咗喎佢真係。你知我哋平時即係做嘢，咁你都會譬如黐眼睫毛啊，即係嗰啲咁啊，有眼線啊，即係其實都要捽㗎嘛。佢係完全冇醒過，好犀利。即係佢未知道啊！你幫我